好，我看到呢，哇，今天这虾有够大只哎，现在我们这种虾通常都是养殖的吧？对，以我们来讲的话，养殖技术很棒啊，就包括说用一般传统的饲料也改为用天然的海藻啊，对，所以它的虾肉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吃起来的口感是相当的好。啊，就跟大海捞起来的一样，因为其实他们也是都不是像我们以前传统说什么养虾场，不是，根本都是在海里面，对不对？对。啊，只是说可能说放一个网，很大的网，然后不也让抠起来的掉，天然放养哈，所以可以非常安心的来吃我们今天这个海鲜料理哦。那小猪今天要带来的第一道呢，他要用我们的这个虾子来做一个很特别，因为我在家一直在想，他要怎么把这个材料塞到我们这么苗条的这个虾子里面哦。我们先把这个草虾，去它的头跟外壳把它去干净。传统在那个妈妈咧给咱教的时候，拢是讲哦，看咱这个虾头会不会黑。哦，然后有没有这个骨肉分离，对不对？但是我们目前以我们养殖的关系，饲料更换为天然海藻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虾头它，因为它是吃天然海藻的关系，它熟成之后它会比较黑一点。哦，对，所以以前传统的这种识别方法的话，可能要稍微那个 update， 对，就是说要跟着时代要升级了。然后最简单的就是看虾身有没有完整啊，不要说这边断掉了啦啊，或者摸起来有没有弹性，有没有弹性？然后虾头跟虾身的连接性好吗？对。那我们现在做这道料理的时候，我们把这些一般我们虾壳、虾头剥完就丢掉了，我们把它留下来做一个熬汤使用这样子。那我们开的时候开它的腹部，虾子的腹部跟一般不一样，我们一般都是开它的背部，然后这样子它待会儿下锅之后会卷曲变成一个圆形哦，像球状一样很漂亮。可是今天呢，我们这个虾子的这个做法呢是反其道而行哦，是从它的腹部把它剖开，然后先把这个沙肠呢把它弄出来，但是呢，你不要把它的背部都切开了啊，因为我们待会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炒的这个料呢塞一点进去，对不对？对，没错，就塞到它肚子里面来。那我们把它剖开之后，看到肠泥的部分，我们再把它取出来就好了。那我们现在锅子先放一些大概1匙的沙拉油。那我们现在就是先制作内馅的部分，就是把这个3丝料给炒制好。3丝其中1丝呢，就是所谓大家先仔细看老师在做这个蛋酥哦。因为一般我们传统的蛋酥呢，我们是会像我以前小时候我爸爸教我们做那个蛋酥啊，就是一锅的油嘛，对，然后就放一个那个还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那个筛网，对，就是那个比较粗一点的，然后就放在上面，然后打完了蛋就放在上面，然后它就会从一个孔一个孔这样子，就已经是那种好像那种瀑布一样。对，但是我们餐厅式的做法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在少量制作的时候因为这样子制作起来，它的油不用消耗的那么大。对啦，尤其我们家庭主妇，相信我们看我们节目的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嘛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在家做那么多油炸的东西，因为那一锅油真的是，哎呀，看了都犯愁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蛋酥它强调的就是它在那个焦化老化的时候，它是老蛋嘛，然后会有一个蛋香气。那我们只要把这个香气给炒出来了，然后我们再依序加入我们其他的配料下去做一个结合就好了。那我们现在蛋香味已经出来了，我们加入香菇丝。好，这个香菇丝也是用干燥的香菇，然后泡水之后再把它切开的。对，没错。小朱老师，我可不可以请教啊？你最擅长的是哪一方面的料理？海鲜料理。海鲜料理。对。难怪啊，他今天上桌的都是海鲜料理啊。其实海鲜料理，我觉得好像我去哪里我也很喜欢吃海鲜呢。海鲜吃起来比较没有负担嘛。重点它就是以一个传统的我们台湾菜的一个3丝结合蛋酥，然后跟海鲜做一个呈现这样子。那我们现在
这个香气都出来的时候，我们加一些基础调味料，就是盐、糖跟胡椒粉，对，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先把它放着，我们现在就直接再来炒我们的这个虾壳吗？对，像锅中我们要下一点油，是，这油大概是1大匙啦哈。然后加入姜片跟洋葱，这我们要先把它给炒香了。好。然后炒到它颜色变的时候，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虾壳还有虾头给放入锅里，然后大火。当这个甲壳遇到油高温萃取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很棒的香味。然后它虾子本身跟姜啊、洋葱啊，它的味道呈现是很 match。那我们炒到有点焦焦的这样子，好香啊！然后我们开始加入这个南瓜丝。哦，那是南瓜丝哦。看起来这个南瓜丝是你有稍微那个吗？少许的红萝卜。你有吹鬼吗？没有，我们只是把它都是生的。对，它也不用是切丝啊，因为重点是要加南瓜、红萝卜跟芹菜去提升它的一个味道。让那个整个的那个就是说就是那个层次上面哈，来行哎，你吃就知道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等一下也是要把它给打碎了嘛。对。但是要更营养啦，所以他就不是只有红萝卜哈。当然。好，那我们现在要加入水，加入1大碗的水。那我们现在先取一个保鲜膜，来，我们先把3丝料给包在虾子里。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下去做一个蒸熟的动作。我把它移开一点，好。哦，原来是这样子卷，像一个卷，像我们平常用那个培根啊在卷一样，对不对？没错。因为虾子，我今天剖在腹部的原因，是因为它虾子熟成之后它会收缩。是。对，所以我们就不用额外的去涂一些淀粉啊，或者是用一些。哦，那真的很好，就利用它的原理，它自然而然会缩起来嘛，就不用卷了。其实这时候老师，你知道吗？讲一个很好笑的，像这种时候，我很想拿针把它缝起来，或者用绳子把它绑起来，因为很怕它溜掉嘛，对不对？我们在做那个坠机啊什么，不是都用绳子绑嘛？老师说这不用，因为它虾子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卷曲起来。哎呦，好聪明哦！哦，所以你在卷的时候，老师这个料放得非常的这个大放。并没有因为说它卷不起来，因为它自然而然它待会就缩在一起了。那我们待会是连这个盘子整个呢就下去蒸哦。像这样子，我们也没有放到一些加工的食材啦，或者是多余的淀粉啊，几乎其实都是吃原味啊。对。那海鲜料理它也基本上它也不太适合说放太多厚重的调味料，它会吃不到海鲜本身的一个。对啊，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吃到那个来自大海的味道就那种鲜甜的味道我们不喧宾夺主不加太多的这个调味料，所以我们每次看到呢比较这个经典的这个海鲜料理，几乎都是用蒸的。对。那就是你这个海鲜很重要，就是一定要新鲜。那我们卷好之后，就把它放入蒸锅里，然后这样大概要蒸多久呢？大火2分钟。哇，2分钟就好了。对，因为我们里面的料是熟的。好，那我们动作就要快一点咯，因为2分钟呢就好了。那现在这个高汤是也差不多了，颜色都出来了。我们现在加了一些蚝油下去提味。蚝油。你直接把它倒入果汁机。
好，那么2分钟好喽。对。这就叫贴心。老师，我是很好的助手吧？没错，没错。好，虽然是海鲜料理，是属于很清淡的料理啊，但是我们为了要配色，我们还是希望呢，在这个橘色的这个虾的中间呢，来一些绿的东西啊。除了增加一些膳食纤维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让整个颜色呢看起来呢更丰富哦。那我们现在把刚刚过滤完的那个虾汤，煮一个酱汁，然后我们淀粉也不要放太多啦，因为你必须要下一点淀粉，让汤汁浓稠一点，它才可以挂在食材的表层。对，那这样子下来煮滚就可以了，就这样子的浓稠度就可以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小猪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道料理。